做特别节目之前，向大家征询《红楼梦》当时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居然有一位热心的观众给我们来信说他保留了当时你们这些剧组巡演时候的工作小节。哪位？来，哎呀，来，好，我们看一看有点什么宝贝带到现场啊！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建忠，浦东新区收藏协会的会长。收藏协会，您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呢，就是当时58年的时候首映的海报。您看，这还有王老师签名。对，那么这是一份哦，那么还有一份呢，他58年，小心一点，哎，哦，58年的时候呢，巡回演出，58年，8月21日到59年的1月31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的时候的那个登记表。哎，我一定非常荣幸的，我把这张上海越剧院58年的巡回演出的节目单，我给大伙念一下啊。现代剧《生活的道路》，东风吹得梅花开，青纱帐里两姑娘；古装剧《红楼梦》，关汉卿、北帝王、碧玉簪，盘夫索夫，真是不得了。我特别想问问你，不容易哈，50年了，这些有关《红楼梦》的纪念品，为什么完好无损的还保留着？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从那个62年那个就是《红楼梦》拍好以后呢，我是粉碎四人帮以后，79年看的，看了以后呢，我就那个喜欢上了那个越剧。当时呢，吴声呢，他是上海越剧第2团，第2团呢出去了以后，1个星期呢要向总团那个写那个总结的汇报材料，对，观众多少，演了几场，那么特别是里面的那个表扬徐玉兰老师，那么当时的时候，他不仅演戏那个演得好，反过来他业余时间还到食堂里面去那个帮厨，徐老师记得吗？当时评奖的，就是台上演戏，业余帮厨，对。那么这个对吴声这就属于当时干好人好事是吧？对。所以呢，都是这个。我说当时这个纸一定是白色的，现在发黄了，纸张变黄了。但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其实也不老，珍藏了50年的这个记忆依然清晰。我们谢谢他。好，谢谢你，谢谢。1958年8月，上海越剧院2团开始全国巡演。徐玉兰、王文娟的《红楼梦》是各地都必演的重要剧目。他们途经武汉、湖南、芜湖、南京、广州，每到之处都引起热烈反响。越剧《红楼梦》的影响也随着巡演扩大到全国各地。你想想，当时你们演出舞台版本，引起了那么大反响，后来拍成了电影，更是轰动得不得了。这种轰动已经远远超出了2位艺术家的想象。表现之一就是全国各地的观众给他们寄东西，大家都要表示关心啊。都寄了些什么东西啊？收到过什么？那时候收到的东西可多了，可多了，金银财宝。这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金银财宝。他们因为刚刚，这个演出嘛，我们2人大概全国的土产。土特产我上海、四川呐，这个各地方都有什么吃，那特别是像新疆哈密瓜呀，什么那个回归以后，我们不可以去人家东西的，所以寄来我们寄回去，寄来寄回去。就哈密瓜都烂了。寄哈密瓜的人，他是说老师，你再不寄哈密瓜烂掉了怎么办呢？什么？你看看，那个是还是一个很多观众。他们有一个要求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光就没有那个唱日，也没有这个台日。他们看了以后呢，就是希望我们有这个唱日台日，没有戏本给他们，给他们嘛，他们可以唱。那么听说上海也有些人有一天嘛4张票到电影院。就他唱一句写一句，唱一句写一句。我们后来就是写了那个海报，我是写了很多的那个海报，那个就是唱日啊。对。那么到全国发到全国去，他们去到像珍宝一样的。这个是一种这个还礼，你送我一哈密瓜，我就给你一唱词，回去你就可以唱了，对不对？是这样。我呢也收到好多，是蛮感动的，应该说比金钱还宝贵。因为我演了领队以后，大家都觉得我身体不好。林妹妹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我呢是个铁个身体，我身体蛮好的。给我提什么呢？
桂圆啊、梨子，还有那个乌膏双阿胶，东阿阿胶，东阿胶，对，阿胶，阿胶补品啊，收了不少。桂圆枣子就是说呢，他说你身体很不好，叫我补身体。那么这一份情谊来讲呢，我说比金钱还宝贵，对我的身体那么关心，我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观众们的这一片热情，两位艺术家都极其珍视。虽然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但许多普通观众送的《红楼梦》纪念品，至今他们都细心保存，毫无缺损。这女镇长做得很好啊，这是观众送给我的，因为我演《红楼梦》，他们看到妆花好像就想到我了，他就是买来送给我的。这个一个也是那个观众，他在古玩商店看到了这里边有多西厢，有贾宝玉、林黛玉，多西厢的，他就把它买下来，也专地送给我的。走进徐玉兰老师的家中，看到最多的就是各个时期的贾宝玉剧照。老艺术家对于这个人物的钟爱显露无遗，而50年里，观众对于贾宝玉的热爱之情，徐玉兰老师也总是念念不忘。也有舞台演出的那个送给我，也有电影演出的时候送给我。你像这些画，这些那个画片呢，这画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我58年也请我演出到武汉嘛，有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他来看过几张《红楼梦》，但是后来嘛，他到后台认识我了，认识我们，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我。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送我这个东西？他说我妈妈是一个爱好玩那个《红楼梦》的，她知道那个找谢晋大师他们给我的原著了，因为她很喜欢《红楼梦》。那么也修着了好多《红楼梦》的东西，这个呢，当年就是他妈妈修着的，修着是哪来的呢？他是南洋烟草公司每一包满包香烟，它里面有这一张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我说南洋烟草公司送给我，该怎么用呢？他解释给我听，他说这个里面都是《红楼梦》的人物，知道吧？你们舞台上所有的人物都有，这个都是117张嘛，都是《红楼梦》原著里向每一个人物，而且每一个人物他有像，还有背有四句诗。那么我觉得当时我的那个很感动的了。我说他妈妈保持着那么多的，他送给我，我说你妈妈送给我，送给你留着做纪念的，你送给我。那他说希望你保持好，我说一定保持好，所以很感谢他，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整整的50年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都是《红楼梦》的人物。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大概是70年代的时候嘛，《红楼梦》电影上演的时候，也是北京一个大学生他自己画的，画了以后来送给我，这个我也给他好好的保存在这里。20世纪50、60年代，粤剧《红楼梦》还被带到了越南、朝鲜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作为代表中国传统艺术最高水平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以其非凡的艺术感染力打动了无数异国观众。提起当年的访问演出，徐玉兰老师依然感慨万千。59年春天呢，我们是带了《红楼梦》追鱼了，那么有上海那个文化局领导大队，我们就到越南演出。越南演出嘛，那个越南呢也没有这个大的舞台，它就是广场演出。广场演出呢是那个越南看了《红楼梦》也很感动的。有人问你们越南人听得懂你们这个《红楼梦》吧？那么他们一直走着的蛮好的。我们在台上唱一句讲一句，他在旁边有翻译的。
对吧？旁边有越南的那个翻译，但是两个人不是很干扰的，没有干扰的。我没管我们演出，他翻译给他们翻译，因为在广场翻译他要讲出来，所以每一场演出呢，他的那个一句唱词，等于是他们听了都很感动的。到后来是像林黛玉文稿啊，那个贾宝玉这个同方啊，大起大落了，就老祖宗结果那么哭灵啊，他们都看得很掉眼泪的。所以那个时光也那个外国人也可以看得到。1960年底到1961年初，《红楼梦》还到访了香港，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演出。这次演出肩负着团结香港同胞、打破敌对势力封锁的政治使命。粤剧院特别调整阵容，由吕瑞英扮演薛宝钗，金彩凤扮演王熙凤。那么香港演出嘛，当时大家那个时候香港还是好像很热的，还是吃反攻啊，台湾吃反攻这还是蛮厉害的。那么特别那个时候60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香港不是谣言嘛？那个时候谣言我们大陆人没有吃饭，啥个饭也没有得吃了，什么东西了，什么谣言很多嘛。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戏演下来以后，在香港决定以后，我们就关了一个往去一个沙弥，这个沙弥地方都是大使馆定的。把我们关在那个一个大房子里，你想去每天看电影啊，那么教育我们到香港去演出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你们生活应该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先生小姐不叫了，都是叫同志了，是吧？他是到那里去嘛，不能叫同志，要叫先生小姐。那么我们平常都叫先生也小姐，这就行。那么那个时候嘛，要穿旗袍、大衣旗袍，都打扮高跟鞋。那个时候高跟鞋都没有了，所以服装都新装。香港那个时候天冷啊，那个天冷了，我们都下操的时候，下面接的人很多，他们都自发的，所有的观众了什么都可以来接我们的，所以我们一个个都下去，他们都来的。他们说啊，大佬没有吃，没有饭吃，那么他们这些小姐下来都是红光满面的，那个大衣呢，旗袍穿得很漂亮的了。那在香港红楼梦巡演，一演的18场。也正是这次赴港演出的轰动效应，促成了上海与香港两地合作，拍摄了不朽的粤剧电影《红楼梦》。这也确立了几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黄金阵容。其实这部经典的作品不光是宝黛两位艺术家，对，这部影片囊括了当时真的都是一线的表演艺术家。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他们好不好？好，接下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在这个首演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就加盟了这个《红楼梦》剧组的几位老艺术家们，有请他们。我们欢迎老祖宗周宝奎老师、凤辣子金彩凤老师、宝钗吕瑞英老师、紫娟孟丽英老师，欢迎几位老艺术家上场。哎呀，真是非常的难得，50年前电影版本的6位大艺术家，今天再一次相会在了一起，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看看，我们中间就坐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周宝奎老师，88岁高龄了。其实现在我觉得演老祖宗合适了，不用化妆了。您看看各位，看看那个我们后面的那张照片，当时周宝奎老师，哎呦天哪，一点都不富态，你看那瘦啊！哎，您别说，在台上那个精气神儿，那种震撼力，全有了。这就是艺术家，瘦了能让你感觉富态，矮了能让你感觉高大。谢谢老师。
当初加盟这个剧组的，像这个周宝奎老师跟这个孟丽英老师，两位老师也是58年2月18号的首演阵容。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当初您这个老祖宗，咱原来粤剧没有这样的形象，您是怎么借鉴、怎么创造出来的？我接到这个剧本啊，觉得很困难，很困难。粤剧表演艺术家周宝奎1930年在浙江嵊县入科学戏，攻老旦，在粤剧界有“老旦王”之称。1958年参与《红楼梦》首演时，周宝奎38岁。他以自己丰富的表演经验，将老祖宗这位一家之主刻画得入木三分。因为我没有演过这样一种有气质的人物，那我这个人物我怎么办呢？我想加减，造型要加减。那么兄弟阶段啊，那个姐妹阶段都去看，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没老太太的人物。那么这个老太太不是一般的了，她要有气质，要有身份。她是一个领袖人物，是一不二的。那么又是有谈笑风生，又是有时讲一面，又是有眼力一面。你要是那个气质使不好呢，那个家珍跪下了，什么许多人跪下了，他就立不牢了，晓得吧？他的顶不住。所以这个大家庭呢，要是这个人物不适合呢，那是很困难的。那么我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地方加减。那么我在生活中呢，我们58年呢演出了。演出人物很多，招待外宾啊，招待首长啊，都很多。那么也有时讲的一面是最重的。那么这豪爽的、有气质的、一种魁梧的，那么我觉着陈二章有好多地方我好加减。所以呢，我是加减呢，首长的一种形象啊、动态啊，那么来塑造这个人物。那么一塑造好呢，受到那个观众的认可，那是很想象。哎呦，他刚举了2个大人物，他说的是陈外长，因为当时这个陈毅同志啊，担任过上海市的市长，还担任过外交部长，所以你看，他说把这个陈外长跟周总理的形象都融合到老祖宗的形象里去。你说这个老祖宗，您这样，咱们不用大动，您就稍微的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一般的老太太。跟具有领袖气质的老太太，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再表演一下一般的。那一般的他不要挺的了，好要起来，不要挺起来的了。哦，他老太太们总是这样的比较多。对。那么一般呢也是文文绉绉的，我就像那个我这是什么戏啊？别扭嘴2回事情。他呢是夸张的，他的嘴路啊都要有分量的，没有分量就不行。4平8稳。现在呢，我已经走不起来了，要跌倒了。这来，咱扶着您，您能不能走2步？来，您把我当拐杖啊！那谁知道了？要注意。那别扭这里呢？话筒。要轻。哎呦，谢谢！哎呀，天哪，这哪像88岁的老太太啊！这个要怎么走就能怎么走，你看啊。其实分量呢在家里，因为我们是科班出身的，有基础，还有武功基础，所以呢家里比较挺得了。应该当时讲啊，这个周老师因为当时已经是颇有舞台经验了，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去琢磨要塑造出这个形象，应该讲还是特别有基础。但是像当时可能孟丽英老师，这属于也是刚进团不久是吧？当这个名单公布以后呢，我看了这个剧本以后呢，我是觉着，哦哟，这个人物对我来讲不轻。粤剧表演艺术家孟丽英，1951年在杭州从艺，攻小旦。1954年加入上海粤剧院。1958年，她参与《红楼梦》首演时只有24岁。哎呀，你可叫错了，是宝姑娘来了你。因为我不能跟的老师们比，他们是这样，我是那样，相差很远，真的是可能。所以讲，当时光接到这个人物啊，看了剧本以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高兴，
但是也有一定的压力。高兴的是啥呢？我能够得两位老师，以这个搭档的戏啊，那么能够学习到不少的么子。但是我也蛮担心的呀。如果因为我对伊拉个艺术相差很远嘛，如果配得不好嘛，搿是完结了。搿我今后来讲是啊，打入冷宫了，完结了。不弄介好的剧本，介好的人物，侬不能够胜任的闲话，搿我看以后的日脚是难过的。所以我是拼那个命，的确是拼命的。我觉得这个是来之不易，对我来讲，因为这个辰光好像57年吧，我54年进去嘛，一个辰光虚年龄，57年我只有23岁呀，虚岁。23岁的时候。哎，所以这个辰光两位导演对我，特别是阿拉这个吴春导演啊，对我盯了邪气紧，所以我一个辰光啊，心里想，哎呀，侬哪能老是盯牢我的啦？因为我这个辣《红楼梦》当中，大家侪晓得的，我陪衬的戏蛮多的，譬如像黛玉、文高啊、柯林啊，我有交关有场子伊拉大团唱歌，我蹲辣旁边是陪衬的啦，陪衬得蛮多。这个导演专门问我，哎，伊拉拉唱侬哪能想法？我想伊拉拉唱嘛，伊拉拉唱，搿得我得啥假呢？对吧？假使万叫轮到我唱嘛，我自然而然会得唱出来的呀。所以我还是搿能样子的思想。那么对伊拉一场搭戏呢，我交关拘谨，哎呀，心里寒抖抖呀，是吧？那么所以这个辰光呢，王老师对我有一句闲话，哎哟，可是俺从生活当中是要培养姐妹感情的嘛，把我是铭记在心。我心里想，哎呀，王老师搿能样子一讲嘛，伊一点没架子的呀，搿我会吓点啥呢？我会抖点啥呢？伊拨我已经搿能个力量了，所以我不吓了，我也不怕了。侬假使讲寒抖抖嘛，侬搭上去搿只手也发抖的呀，对吧？我心里不吓了，我就是有感情，想去贴肉的去搭伊了。所以这个里向的区别是相当重要的，真的。说到很多经典唱段，不能不说到那一段非常好听的《问紫娟》，情感充沛的《问紫娟》。这样4问4答的方式，在原来的越剧里是没有过的。我们要提到3位老师，2位都在座，一位是徐月兰老师，一位是孟丽颖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作曲顾振霞老师。应该说这一段就是你们3位老师合作完成的。徐老师跟我们说说当时的创作这一段的情况。简单的说说，因为前面是柯林已经大人唱过一个高潮，对高潮，照理后面一个人句一个人句，这个是高高低低，一句唱高一句低，很难唱很难唱。你要柯林下来，再抓住观众坐下，你不要走，那你这个办法怎么办？这句怎么唱？所以这个顾振霞一个孟丽颖，我们3个人天天关在房间里，就大家哼。哼大家，我当时说，如果哼不出来，大家饭没有得吃，就是关在房间里哼。
妹妹的银骨金不才。